剪纸斜压，让青山去平复那昏黄的伤。一句誓言，苍天为证，快意恩仇的较量是破除的坚强。我以为江湖有多远，天涯竟然在我眼前。我以为我是有3000，却载不出一个圆。一生闯荡，侠骨柔肠，酒杯装不下隐恨的风霜。一纸荒唐，天各一方，是谁一生吟唱，爱恨两茫茫。我以为江湖有多远，天涯竟然在我眼前。我以为我是有3000，却载不出一个圆。如果再相见，你是否接受这沧海桑田的句点？来人呐！救命啊！快点放我出去吧！来人呐！我不想被锁在这儿，你们快放我出去！快放我出去！放我出去！放我出去！艾蒂姑娘，你别再叫了。无论你怎么叫，也不会有人来理你的。那你快说，你们把我拴在这儿有什么企图？我们能有什么企图啊？有漂亮的房间给你住，吃喝还有人伺候着，以后你就安心的住在这儿。啊！你要我住在这儿？你们一定是看我长得沉鱼落雁、闭月羞花，想逼良为娼，拿我当你们的摇钱树。我告诉你们，我可是有妇之夫，要是想让别的男人糟蹋了我的身子，蹂躏了我的清白，不可能。你真的误会了。大家同样是女人，我又怎么会为难你？怎么会忍心把你往火坑里推呢？别以为我单纯就代表我愚蠢。华姨知道用牛筋捆不住我，所以就改用铁链了。你看，还加了一把锁。你真的错怪华姨了。华姨是担心，她把你放开以后，你就会离开醉月楼。到时候，你真的就该有危险。可是我相公现在生死不明，我想去找他。冬青姐，你成过亲吗？你有过相公吗？既然你成过亲，有过相公，你就一定知道不能跟自己心爱的人在一起有多么的痛苦。冬青姐，你就帮帮我，把这个打开吧。让我放了你也可以，但你得答应我，以后所有的事情都要听我的，不能随意出醉月楼。那我要找我相公怎么办呢？只要你乖乖待在这里，你的相公我来找。嗯。哟，你们的脑筋还真好使啊！居然猜到我已经得知了顾大人的遗孤和官印的下落，真不愧是大将军袁崇焕的麾下爱将。既然如此，你就赶紧把人和官印交给我们，我们对袁大将军好有个交代。哎，别急，这天下什么都有，就是没有后悔药。如果我现在就把人和官印交给你们的话，那万一你们疏忽，小少爷有什么意外，我可就后悔都来不及了。华姨，江浪现在已经伏法了，难不成你对我兄弟俩还不信任？哎，这话可不能这么说。既然已经出了一个内奸，谁敢保证不会再出第二个、第三个呀？我还是老话一句，
宁可相信天下有鬼，也不能相信男人那张破嘴。你别太过分啊！哎，你不想把人和官印交给我们，怕是你没安好心吧？嘴长在你脸上，你爱怎么说怎么说。至于我听不听呢，你管不着。嘿，你这……各位上演呐！各位上演往这看看呐！哎呀，看一看我们，仔细看一看，哎，看一看，听着，我们2个不再是女的了，不再是女的了啊！我们要做个男子汉。我们要做男子汉。差不多人到齐了，我们赶紧回去做饭吧。哎呀，不行，这人都还没到齐呢。哎，你们都给我听着啊，我是个堂堂正正的男子汉，知道吗？你们这是干什么呀？啊？谁让你们换回这身衣服的？师娘，这事不怪我。对，花姨，你就别生气了，是我让马上飞换回男人衣服的。我爷爷说过，唯小人与女子难养也。什么？你把这衣服给我脱了，马上换回女人衣服。师娘，我们俩都发过誓，只要换回男人装，就再也不当女人。我们要当男人，当男人，当男人，当男人。你看，那孩子叫顾仁愿，顾大学士的孙子。你给我下来！你闹够了没有？你把话给我说清楚，是谁让你这么做的？花姨，你不用知道我为什么这么做，你只需要知道，我这么做是为了救你和姐姐，救我和冬晴。你把话说清楚，不然我点你的穴！快跑，小少爷！哎，师娘，你还敢跑？师娘，干什么呀？马上飞！你造反了！你放手！哎，师娘，孩子那么小，你点他干嘛呀？我看你这2天点心点上瘾来了，要不然我皮糙肉厚的不怕点。你来，你点。你放手！我让你放手！相公，真的是你呀？怎么又是你啊？相公，真的是你。你怎么阴魂不散呢？相公，我找你找的好苦啊！跑吧我！相公，你给我站住！站住！再不站住，我就把这给拆了！我走了。相公，你等等我呀！哎，我怎么动不了了？要是现在让你动得了，那我这醉月楼不就让你给拆了？冬晴，我警告你，我现在点住他的穴道，没有我的允许，不准给他解开。花姨，你就先把艾迪给放了吧。这事儿没得商量。人都是女人，差别怎么就那么大呢？冬青姐刚刚给我松绑，老女人，你就给我点上穴了。我可警告你啊，你要是想逼我陪酒，我宁死不屈。哟，你别自作多情了。哎，你也不看看自己长得什么样。我这醉月楼还不想砸了招牌呢。我实话告诉你吧，你呀得罪了官府的人，现在你只要一出醉月楼就是死路一条。你要想保住小命，就老老实实的在这待着吧。快把我穴道解开，要不然我怎么吃饭上茅厕啊？放心吧，你中的是我的玉女拈花手。每隔半个时辰呢，穴道就会自动解开2炷香的时间，足够让你放风、喝茶、上茅厕，外加诵筋骨了。 2炷香的时间过了呢，那就跟现在一样，穴道封住，动弹不得了。你到底想干嘛？我真没想干嘛，小姑娘，我是真心为你好哎。我先忙去了，你爱干什么干什么。哎，别杵这儿了，大家都忙去吧啊！走了。走。你们都别走啊！哎，我都成这样了，我还能干嘛呀？那老娘们不肯放人，要不咱们一不做二不休，绑了那孩子闯出去。万万不可！所谓强龙难牙地头蛇。况且，这无锡城里城外全是官兵，咱们要是这么硬闯出去，
讨不了便宜。难道咱们就被困死在这儿？再这样下去的话，大将军交给咱们的任务，猴年马月才能完成。大将军那儿，我会去交代。只是现在，咱们千万不能贸然行动，得从长计议。大人，飞鸽传书。下去。是。叶红影在醉月楼。幸好我跑得快，要不然就被怀疑点住穴道了。英雄哥哥，我都按你教我的去做了，接下来该怎么办？等。等？我肯定坏人一定会出现的。坏人一定会出现？你又动不了，我又不会武功，那万一坏人真来了怎么办啊？哎，等一有动静，你就立刻敲响这铁锅，把所有的人都引来，明白吗？我试试吧。是这样吗？我明白了。只可惜你们没有这个机会了。坏人真来了！叶红影，你聪明一世，可这回你输了，你彻彻底底的输了。你是什么人？夺命罗刹！我跟你拼了！别管我，快跑！不行，我们是朋友，你有危险，我怎么能跑呢？你，今天你们一个也跑不了。叶红影，我如果一剑解决了你，未免太便宜你了。我今天要慢慢的，一件一件的将你凌迟。死只不过是一种解脱，不过死在你这种废物手上，不值当。死到临头了，你还这么多废话！不要！姐姐，你快救英雄哥哥吧，他都受伤了。他受不受伤，关我什么事儿？全月，救我呀，姐姐！全月！
起你的双手，然后挥一挥你的左手。哎，师娘，我们一般管这只手叫右手。哎，嘿嘿，伸过来。干什么？让我打一下。以后我也收俩徒弟，没事打着玩。挥动你的右手，再挥动你的左手，然后你想象你是一只可爱的小鸟，挥动你的翅膀。师娘，我怎么想象也想象不出来我像一只小鸟，我觉得我像一只鹅，一只飞鹅。少啰嗦，我让你怎么做你就怎么做。然后你再集中精力，想象着我可以一飞冲天，我再飞，看清楚了吧？照着做，快！飞！师娘，这全是树，不敢飞。这有什么不敢的？我上次就撞到树上了，差点把脑袋撞脖子里去，不能那么莽撞了。我是怕你停不下来，才故意挑这个地方的。没事没事，放心吧。飞。没事没事，你是没事，我受得了吗？我脑袋要是再撞树上，就像这么大一只鹅蛋似的，啪一下摔树上了，连皮带花全散了。怎么，你现在还没出师就学会顶嘴了？你皮痒是不是？你信不信我拿家法刺？飞！太暴力！花姨，真飞不起来，腿蹬直了。怎么飞不起来啊？难道出什么问题了？我已经把这书上的心法口诀一字不落的都说了呀，落了什么？没有啊。你确定一招没落吗？没有啊。花姨，我给你出个主意吧。外边太热了，要不然咱们先回作业楼，摆上酒，摆上菜，叫人莺莺燕燕一起，咱们猜着拳，切磋着，看看有着什么好主意没有？我告诉你，你休想！你今天要是飞不起来，你休想吃喝。哎，我问你，你上次究竟是怎么飞起来的？不知道。你仔细想想嘛。还是不知道。上次官兵拿着刀枪戳我屁股，当时我心里害怕，一着急一使劲儿，就飞起来了。一着急一使劲儿。你转过去。干什么呀？转过去。搞什么鬼啊？把屁股撅起来。你要干什么呀？我怎么说你怎么做。把屁股撅起来。还是当师傅好。我看你急不急？冲！飞起来了！这招真有效。
行了，别管了，看看人院吧。是，对不起，我走错地方了，别撵我，我这就走。爹，哎呦，不，哎，姑奶奶女儿啊！不，你这，哎，你怎么戳这儿一动都不动啊？我还以为是座菩萨呢。你大白天的就上醉月楼来了？啊，我不是跟你说过很多回了吗？你爹来这儿，完全是为了给朝廷办事儿。哦，哎，那你这回办事儿怎么没有脱光了衣服忧国忧民呢？哪能每回都一样呢？其实啊，我是来找你施工的。施工啊？哪个施工啊？我的师傅叶红影啊。哦，我想起来了。就是那个老板这脸长得一点儿都不如我们家相公的那个叶红影吧？哎，对，什么？他还不如你们家相公？那当然了。我跟你说啊，那天我给他一只鸽子，我还告诉他这鸽子是从醉月楼里飞出来的。之后啊，我就再没见着他人影了。我想他八成是跑到这儿来了。哎，你瞧见了没有？哎呀，你别提了，你女儿我这2天可遭大罪了。我一会儿被人绑，一会儿被人点穴。别说我施工了，我连只鸽子都没有瞧见呀。你没被那些乱七八糟的男人怎么样吗？说什么呢？哎呦，那就好。哎呀，原来是这样啊。好，行，那你继续在这戳着吧，我接着找人了。哎，你别走啊！你也不问问我找着相公了没？哎，有你这么当爹的。只要将刺在穴道上的银针逼出，就可以冲开穴道了。叶红影，想要运气把胸前的银针给逼出来，好冲开穴道。哼，叶红影，我会给你这个机会吗？你，哎呦，你，哎，你给我站住！这什么人呢？这是！哎呦，哎呀，师傅，原来你在这儿啊！哎，你说你来醉月楼不去喝花酒，你跑柴房干嘛来了？哎呀，糟了，放在运气太近逼出银针，反而伤了自己。哎呦，师傅，这是怎么回事？谁干的？这怎么伤得这么重啊？谁干的？托人替你报仇去！谁干的？别缠着我！哎，没有，师傅，你看你怎么伤得这么重？来，哎呀，托儿昏倒了我。你说，你进城这些日子都一直待在醉月楼？请大人莫怪，并非我严师来见，是那醉月楼的人看守太紧，我怕一出醉月楼，容易被人怀疑。照你这么说，醉月楼的人来历，都还真不简单。大人，我现在已经查到，老贼顾县城的孙子，还有官印的下落，都在醉月楼。你说的是真的吗？不仅如此，我还查到，那老鸨花姨就是叛将熊廷弼的姨夫人。至于那个舞娘杨冬青，正是反贼杨莲的亲生女儿。什么？杨冬晴竟是杨莲的女儿？真的？千真万确。花姨和杨冬晴乔装风尘女子，目的就是为了接应其他的余孽反贼。杨冬晴要真是杨莲的女儿，那她肯定是尚未嫁人。大人，我原想接了顾县城的孙子送到您这儿来，可没想到一时失手，还望大人恕罪。不，你这次做得很好，何罪之有啊？那大人，我下一步应该如何？先回醉月楼，本府自有安排。是。杨冬晴，
哎，师傅小心，走好。千户大人，你们启禀千户大人，我们奉巡抚大人之命，在此特来接应。你们怎么知道我在这里？卑职不知。哎，各位官爷，你们来的正好，我师傅受伤了，你们赶快送他回去休息，好不好？啊，好，这就送你上路。师傅，人呢？都跑哪去了？我拍死他们！我，他们也太不经打了。师傅，您没事吧？师傅，您不是替官府办事吗？干嘛这些官府的人还要杀你啊？不关你的事。怎么就不关我的事儿呢？您的前途就是我的前途，怎么不关我的事儿呢？得，先不说了，您受伤，走，我先送你回客栈啊。先去找个没人知道的地方。没人知道的地方？什么？不见了？刚才我一上柴房就发现他不见了。我们里里外外都找遍了，就是不见他人影。对呀，英雄哥哥怎么这样啊？走了连句再见都不说。你什么立场啊？他是我们的仇人，你还要跟他再见？我再也不想见到他了，这狗贼！哎，你们要找的人会不会是让我爹给带走了？你爹？对啊，我在这儿杵了1天了。除了我爹，我还真没看见有别人。哎，那你爹怎么还把你一个人晾在这儿，没一块带走啊？我那个不孝的爹，哎，算了，别提了。这不可能啊！叶红颜已经被我的银针封住了穴道，就凭你爹那个活宝，根本没本事救他。哼，一定是他自己运功，逼出银针，冲开了穴道。就算是他自己运功逼出了银针，那也一定会伤了他自己的。要是没有人扶着，他不可能走出这个醉月楼的。有没有可能扶走狗贼那个人就是内奸呀？大伙都在，正好。叶红影已经解开穴道跑掉了，这儿不是久留之地，大家赶紧离开。等等，你怎么知道叶红影已经跑了？哎呀，现在不是说这个事儿的时候。我先带顾小少爷回辽东见袁将军。等等，我是不会让你带人员离开的。姑娘，你这是什么意思？我会让你明白我是什么意思的。你们到底要在我房间里找什么呀？找什么呀？你还敢问我们？我们在找一样能证明你是内奸的东西。莫名其妙，我怎么会是内奸呢？哼，看你嘴还能硬多长时间？哎，我找到了！花姨，马上飞，你们快看看！真乖，还是人越有本事。你现在还有什么话可说？我不明白你的意思，而且这罗刹镖早在几年前就被我给毁了。毁了？再找人打造一把很难吗？刚才你还拿着这个对付我们呢。现在我懂了，你们的意思都在怀疑我就是内奸。我们不是怀疑，是肯定。对，不，这内奸真不是我。什么天？没想到，真的是你！叶西川，连你也不相信我？事实摆在面前，你要我怎么相信？我现在才明白，死去的江辣不是内奸，他好大喜功。上次他劫走了官印图文，只是想在袁将军面前立下头功，加官进爵。而你才是泄露军情、杀害其他兄弟的内奸。我要替兄弟们报仇！嘿。你们不要冤枉我！冤枉？对你死
用追了，那镖上有毒，他活不了。事已至此，醉月楼绝非久留之地，我们赶紧想办法带人员安全离开。花姨，花姨，花姨，不好了，官府来了好多人，巡抚大人还说非要见冬晴姐不可。又是潘汝贞这狗贼！花姨，你先陪我去应付着。岳壮士，花姨房里有条密道，请你保护人员，尽快离开。花姨房里有条密道，马上飞和人员知道密道的入口。姐姐，我也想跟你一块儿去。人员，听话。花姨，咱们走。走。二位，赶紧收拾简单的行装，咱们在花姨的房间里会合。当家的，这个白鸡呀，肯定比他这个黑鸡好。我这个黑鸡大呀！哎，我跟你俩说啊，不管是白鸡黑鸡，只要能炖汤给师傅补身子，它就是好鸡。哎呀，那我这个还是我这个好，我这个好，我这个好，我这个。哎，你说你追呀！哎，给我！快来！当家的，这是个死尸啊！当家的，这怎么有个死人呢？死人？但是可以肯定的是，它是个大馅饼。馅饼？哎，你瞧，看这腰上那个闪闪发亮的牌子，那肯定是个金的。这要拿到当铺去，这得卖多少钱呢？哎，还愣着干什么？赶快上啊！不是，哎，难道让当家的我亲自上啊？不是当家的，我怕拿死人的东西遭报应啊！遭什么报应？有钱不赚才遭报应呢！哎，他不上你上。啊，我宁可遭报应，这报应死我也不碰死人东西。我说你们两个废物点心，除了吃还会什么呀？学着点儿。当家的我亲自出马。哎呀！什么人？不，我不是人。说，我不是坏人。大爷，你放了我们当家的吧？你给我放了！哎，放了当家的！哎，我告诉你啊，你要不放啊，我们两个我给你跪下！大家，你别弄伤了我，弄疼了我啊！你弄疼了我师傅可是会不高兴的。我告诉你，我师傅可是名震江湖、神机营的千户大人叶红影。你说什么？叶红影？那是。你知道他在哪儿吗？我知道。带我去见他。哇，来那么多官兵！哎，花姨，你们醉月楼什么时候变衙门了？哎，行了，你少在这掺和了。莺莺燕燕，把他抬出去。是。哎，你们要干嘛？别碰我，听见没有？别碰我！哎，把我放下来，放下来，听见没有？放我下来！哎呀！来，快点，给我抬进去。行了，就放这儿吧。你们先退下。是。哟，大人，您这是怎么了？这么多的礼，难不成是因为我们醉月楼为全城的老百姓做出了贡献，你特意拿来犒赏我们的呀？没问题，我这就叫所有的姑娘们出来跟您说声谢谢啊。哎，你不必劳师动众了，我带这些东西只送给杨冬晴杨姑娘。大人的心意，冬晴心领了。只是无功不受禄，这些东西还是拿回去吧。就是大人，俗话说得好，无功不受禄。我们又没做什么顶天立地的大事，您送这么贵重的东西，让我们冬晴怎么受得起呀？当然受得起啊！实话实说了，我带着这些东西是有事要求于杨姑娘。求我？大人您位高权重，求我一介青楼女子，
这岂不是很滑稽吗？就是啊，大人，您就别拿我们开心了。我们醉月楼有什么本事，能让您这么厚礼相求啊？当然有啊。那您倒是说说，您求的是什么呀？求亲。求亲？不错，我今天专程特地来向你求亲的。这些东西都是我专程带来的聘礼，还不赶紧收起来？笑话！既然是求亲，我没有必要非答应你，所以这些东西还是请你带回去。哎呀，这恐怕就由不得你了。哎呦，大人，您不是说不娶我们家冬晴了吗？怎么又反悔了？您又不是不知道，我们家冬晴她已经是个有夫之妇，而且还有个8岁大的女儿。是，他女儿是不是姓顾，叫顾人怨？这金子果然知道了人怨的身份，还想骗我？哼！今天这些聘礼，你愿意收也得收，不愿意收也得收。哎，我把话跟你们说清楚，今天我还得入洞房。潘如真，你这根本不是在提亲，是在逼亲。我就是逼你了，怎么样？你，哎呀，大人，哎呀，不管提亲也好，逼亲也罢，您总得给我们一点时间，让我们准备准备吧，也好选个黄道吉日什么的。今天是我的大喜之日，它就是吉日啊。但是你们要不同意，今天就是你们的忌日。潘如真，杨姑娘，放心吧，为了表示我的诚意，我会命令我手下把杨莲大人，就是我的岳父，重新再风风光光的厚葬。哎呦，大人，您说的什么跟什么呀？我都听糊涂了。糊涂？还真没想到，当年威震江湖的赛花花，哎，熊廷弼的13姨太，你会糊涂？开玩笑吧。哦，我知道，你武艺高强，但是就算你能打过我，你能打过我带来的这些兵吗？啊？既然话都说到这份上，那你说吧，你到底想怎么样？我说的很清楚了，今天只要杨冬晴姑娘和我入了洞房，我就可以考虑给这醉月楼上上下下所有的人一条生路。可如果你们敬酒不吃罚酒，不让我办这喜事儿，那我就给你们醉月楼的人办丧事儿。我知道你是亲是孝，否则你也不可能拼了性命去把杨莲大人，你的父亲救回来。所以我想，你不会忍心，眼看着你父亲的尸体从坟里刨出来，被挂在城门楼上当今示众。狗贼！你骂我骂得越狠，就证明你爱我爱得越深。但是你要想清楚，醉月楼这几十口人的性命都在你的一念之间，嫁还是不嫁，想清楚啊！哎呀，要不这样吧，大人，那个您先请回，等我把冬晴打扮好，再给您送到府上去。不，我就在这儿等。你醉月楼给我腾出一间上房，做本府的新房不难吧？杨姑娘，你考虑清楚了，到新房来找我，啊？什么？花姨的房间有条密道？千真万确。请问大人，何不让我现在就将那孩子抓回来？不，还不到时候。待杨冬晴从了本府，再将醉月楼的人杀个片甲不留。是。哎呀，你别磨蹭，快
一点，小少爷，别让岳壮士等久了，再晚了就离不开醉月楼了呀。真的不想离开醉月楼，我舍不得姐姐和花姨。这个房间不能进。不是，官爷，我不把这房间打扫干净，花姨会怪我的。官爷，你别难为我这干杂役的，丢了饭碗怎么办呢？你怕丢饭碗就不怕丢脑袋吗？快走！黄花随风，尘缘未落地。铜镜里墨，胭脂红，等远方一路烟雨迷蒙。月落无声，照一世浮萍。千回百转到了曲终，还不见你的踪影。散落的爱藏在岁月的屏，不忍拆封。只愿它还会让我们紧紧相拥。散落的爱藏在岁月的屏，不忍拆封。只怕它装不下我们来世今生。也许我的心只有你才会懂。千回百转到了曲终，还不见你的踪影。散落的爱藏在岁月的屏，不忍拆封。只愿它还会让我们紧紧相拥。落的爱藏在岁月的屏，不忍拆封。只怕它装不下我们来世今生。